感动时刻这回继续来到印尼山口洋市，要带您快来看看客家子弟是怎么样延续客家传统的。因为呢，山口洋市的华人其实超过了60%，大部分都是客家人，所以其实到这里一块走走逛逛的话，能够吃得到客家面、客家小吃，而且市集逛一逛，客家话是通行无阻。客家歌曲随着悠扬乐声传唱，这里是印尼山口洋的传统市场，有着浓浓的客家味。因为山口洋有超过60%的华人，而且大多都是客家人，他们不但有华裔脸孔，连交谈买卖都用客家话。淳朴的客家乡，客家话到处行得通。开门做生意的也大多都是华人，就像这间面摊的老板就是客家人刘展业。煮面、装盘，每个动作都像是表演特技，要让面条吃起来跟台湾一样香香 QQ 又弹牙，他可是费了一番功夫。因為依家做面啊，就米超分做新鮮個先啊，米超分做，然後做一點咩多多啊。整整3代卖了60年，传承父亲的客家精神，刘展业让客家味不断飘香。他坚持料多味美，连汤头都很讲究。汤也是用我那个牛腱肉熬的汤，它就比较香。像我们台湾同胞也时常有来到周五我们这边来吃，他们吃了都赞好。连客家板条都有，很多人就爱来这里品尝家乡味。而在山口洋市也有客家人努力传承华语文化。在山口洋也可以看到好几家这样的补习班，为的就是要让华语能够延续下去。在车上，爸爸就告诉他，下午有个小朋友来他们家玩。华人后裔却要学华语，因为之前印尼的排华政策让很多华裔忘了怎么开口说华语。中文就工作個就公家嘅日子個歌就點啊？學中文就很嘅好處很多。今天星期五放學了。同學們的華語變得很流利，這都是客家人黃景玲的功勞。從選地點、找華語書本開始，他事必躬親，連怎麼寫漢字都要求學生從頭學起。左到右，上到下，一般學生研是有幾多沙，成日喺中本時間先每度打掉去發土飯咁樣咯。黃景玲發揚客家堅韌精神，要把這些客家學生都教成華語老師，讓華語的種子也能在印尼開枝散葉。印尼的市集裡，耳畔是親切的客家話，唇齒間有熟悉的客家味。客家人離鄉卻不忘本，伴學播下文化的種子，要讓這客家氛圍回盪成永遠印記，成一段感動時刻。